嘅，食咗一次你真係好想再去食。41樓高樓位置，全景落地玻璃窗，夜少少你仲可以睇到日落同夜景雙重氛圍，一邊望住個景，一邊睇住主廚板前製作食omakase，儀式感滿滿啊，好啱情侶生日紀念日約會慶祝。環境好靚好舒服，服務好，緊谷omakase。我今次就食佢嘅夏季新版龍蝦刺身omakase套餐，先嚟個餐前奶油龍蝦湯，鮮甜味，前菜潮式生醃白牡丹蝦，開胃解膩，清手煮赤殼鮑魚，呢個係龍馬精神撈起，有絲末龍蝦撈起嘅食法，龍蝦肉質彈牙鮮甜，配搭芋頭絲同薯仔絲，加少少豉油一齊食，口感層次好豐富。其他位置蒸熱食勁多糕啊，迷你海膽熱狗係滿滿嘅海膽啊，食落去綿密鮮甜，茶碗蒸蛋口感滑嫩鮮香。再嚟就係3款天婦羅，有番薯、沙尖魚、星曼紫蘇葉天婦羅，外皮酥脆內裏多汁，黑椒烤安格斯牛屎，黑椒味濃郁，肉質脆嫩彈牙。壽司就5款，鯛魚壽司鮮甜美味，啲佐木壽司口感爽嫩，香蔥金槍魚壽司油脂豐富入口即化，海膽吞拿魚壽司海膽超鮮甜，加埋吞拿魚蓉滋味滿分啊！左烤裙邊手卷油脂口感豐富，仲有冬瓜海鮮湯真係好足料。雪糕我就揀咗開心果味，仲有網民蜜瓜好香甜，想去食嘅朋友 save 低條片，記得 book 定位去食啦。